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就嚟個商品講述系列。今次我會講述7月甚至打後會推出嘅陀螺。首先就係第一隻，我哋會補充翻7月20號推出嘅 UX20戰神榮耀。而家已經公開確認咗佢嘅能力就係好似天帝武神咁有個回彈嘅能力，而且擊飛力睇落都唔差添啊吓！呢隻陀螺就將會喺7月11號發售嘅，而且仲會搭配埋一個拉線發射器添。而使用者就係黑須一，而去到後面就會有我哋嘅第二隻 BX 擴充嘅防禦型陀螺天國之橫啊！呢隻係 BX50陀螺嚟嘅，而且佢係以抽包嘅形式出現啦，可以見到。BX 擴充都係進行一個內重心嘅設計，而且成隻陀螺好圓。佢搭配嘅零件係080，同埋有個新嘅軸心叫 DS 底啊，唔知 DS 底用唔用到啦，但係可以見到，因為尾板呢隻陀螺已經出咗噶啦，就可以見到呢，佢內籠係有個明顯嘅偏重，不過係內偏重嘅，實際影唔影響到陀螺嘅轉速呢，就真係要攞到先知啦。呢度仲附上埋02至06嘅抽包陀螺，而第三隻要公布嘅就係即將會單售嘅烈風天馬。哇！呢隻真係好靚，因為咧烈風天馬就係25週年 set 嗰度出嚟嘅，而家就進行單獨發售啦。配置同25週年 set 一樣，都係370同 RA 底，而且仲搭多個發射器，而同時佢都係7月11號發售嘅。而呢度就公布咗後期喺 App 度會抽嘅陀螺，首先就會見到我哋，如果你有極限勝利，就會獲得一隻魔龍勇氣 G470I 啊，就可以見到啦。呢隻係龍宮嘅新陀螺啊，又係有回轉嘅，而且呢，佢係用黑須極嘅蒼龍勇氣嘅上擊印嘅，係啦，極度黐埋黑須極啊吓。而去到後面呢，佢有塊全新嘅下擊印叫 G 啊，呢塊 G 下擊印呢，同 H 一樣係有兩塊大嘅金屬印嘅，但係呢塊金屬印係今次係喺上邊，而且呢，對比下可以見到呢。佢係大塊個 H 印，而且佢係橢圓形嘅設計嚟嘅，而且佢係好厚過條命，哇！唔知真係用唔用到，真係唔知。而搭配嘅零件係470I 啦，雖然已經坐低咗，但係見到成隻嘢都係極厚啊。係啦，後面咧就會公布嚟緊，如果你抽獎擊爆勝利嘅話咧，就會中3隻陀螺，就係尾板回流翻嚟嘅黃蜂死神、麋鹿烈焰同埋我哋嘅八爪魚湖光嘅。係啦，嗰度抽獎呢，我最近發現有一個 app 係可以抽陀螺嘅喎，而且佢唔只有陀螺，仲有手機啦、動漫啦，甚至黃金都有嘅。係啦，就係呢個銀河潮想 app 啦，就多謝銀河潮想今次贊助我哋呢條片啦。佢係一個抽獎 app 嚟嘅，入邊除咗有陀螺，仲有好多嘢可以抽嘅。而最後呢，我會將抽到嘅陀螺擺入我嘅福利屋入邊，到時呢，大家都可以抽獎，睇下有冇人可以抽到我啱先抽到嘅獎品啊！係啦，就點樣抽呢？我陣間就會講解，而家就俾大家睇下個 app 入邊先。係啦，入到嚟就可以見到佢下面呢有啲黑相嘅，黑相就係呢，就俾錢。只要見到想抽嘅話就可以抽噶啦，同樣一番相都係咁樣啦。一番相唔同嘅地方就係呢，佢入邊 A、B、C、D 唔同嘅相，而去到黑相呢邊呢，假設陀螺咁樣啦，佢就係1% 全部都係其他陀螺嚟嘅，而99% 就係卡。不過卡呢唔使驚嘅，陣間我會教大家點樣回收嘅。係啦，就係卡可以見到，其實你哋啲陀螺呢都幾豪華嘅。佢啲陀螺有紅天馬啦、無限盤啦、鯊魚頭龍棍都有嘅，而我咧都好彩喺背包入邊咧，我都抽，因為我自己都抽咗5000零抽，係啦，就抽到有 Hello Kitty 啊、黑佐龍、左膠啊、邪神呢啲，所以我覺得都係唔差嘅，而且我自己私底下都有抽過其他，假設一番相咁樣啦。而我係有抽過鋼鏈嘅，因為嗰陣時見到有鋼鏈，所以就抽下啦。我而家就有1萬蚊喺手，我就用啲1萬蚊 all in 喺陀螺呢度，睇下我哋可以中到啲咩陀螺咯喎。見到啦，我而家就抽一抽俾大家睇下先，係唔中嘅，唔緊要，有成9000幾蚊喺度，我哋可以慢慢抽。中啦，係騎士長槍啊嚇，都好過冇。再抽多下先，唔中。唔中，唔中，係唔中嘅。
又有啦。今次係英仙啊，有粒 W 都好過冇嘅。呢英仙都算係難揾嘅，而家都係啦。仲有隻 CX 鳳凰，哇，得底正。大家都知我最中意用得底㗎啦，未睇過可以點翻右上方睇翻啊嚇。所以都 OK。跟住再抽，繼續，又中啦！大家可以見到又係英仙，所以大家可以見到咧，其實佢中獎機率都唔低嘅。又中，係 CX 鳳凰嘅都好過冇先，粒得底俾我用都 OK。如果大家唔想要，又中，又係鳳凰，耶！又係。果然係要還嘅，有啲嘢，係鳳凰啊！恭喜晒！呢個係 Star Wars 聯名款喎，都唔係鳳凰。而且咧，呢啲白卡咧，大家唔想要係唔緊要嘅，因為咧最後咧，我陣間就會教大家點樣換翻做金幣，所以大家都唔使驚嘅。陣間我換翻做金幣再抽過，又中啦！係鳳凰，係英仙啊，耶！騎士長槍兩隻，再抽過，左膠龍喎，左膠都唔平啊，而家真係好彩，繼續，係英仙啊，又係英仙啊，繼續，呢個係。呢個係變形金剛聯名款喎，搭多隻 CX 鳳凰邪神，哇！騎士長槍啊，係，哇！邪神又係英仙，搭多隻犀牛，哇！送嗰隻長槍俾我，多謝晒。我已經抽咗6000幾抽，但係目前咧都係中英仙啊、邪神、鳳凰多，所以有陀螺都好過冇嘅，因為而家陀螺都唔易買。所以我覺得 OK 嘅，而且大家唔想要嘅話咧，係絕對可以褪翻出嚟。陣間我就教大家，中啦！哇，鳳凰搭咗隻長槍，多謝晒。陀螺呢下係幾易中嘅，但係你中咩咧，就睇你好唔好彩啦。太陽啊，終於有隻唔同嘅嘢啦，係變形金剛。哇，3連中，雖然都係啲，有4連中。英仙，呢下冇啦，又有啦，睇下咩先。呢個係 Hello Kitty， 不過必須講句 Hello Kitty 係屬於激爆戰紋嘅陀螺嚟嘅，所以咧而家 X 世代嘅陀螺係玩唔到嘅。呢隻收藏都 OK， 因為而家基本上都你唔會揾到有 Hello Kitty 陀螺噶啦。係英仙啊，呢個 OK，左膠好用嚟，又係白卡。又係白卡，我已經唔係好想講嘢，因為我已經喺度狂冚，已經唔係好想講嘢。雖然我都唔知自己抽咗幾多抽啊已經，但係啱先個機率高得有啲。呢隻係第二隻聯名嘅 Marvel， 係 Iron Man 同 Thanos。咁我寧願抽耐啲。恭喜晒我已經抽晒啦，剩翻9蚊雞咋。係啦，不過唔緊要，大家可以見到我有2000幾張白卡，我一共有2隻 Hello Kitty， 一隻黑龍，3隻左膠，一隻太陽，一隻 Marvel， 3隻星球大戰，跟住2隻星球大戰都係，一隻變形金剛，8隻邪神，8隻英仙，8隻鳳凰，2隻犀牛，8隻長槍，其實都唔難。不過都 OK 嘅，有3隻左膠，一隻黑龍。黑龍嗰陣時真係好彩。不過我而家就教大家，其實我哋未完嘅，仲可以抽落去嘅。就係大家可以見到有賞品回收呢個環節。假設我唔想要呢2個，就可以褪翻做2063蚊。不過大家記住啊，褪翻去咧就唔可以退翻噶啦。不過冇人要白卡噶啦，所以我而家就攞翻2000幾蚊繼續抽，係白卡。睇下咩嚟先。哇，第9隻鳳凰，我唔知點解啱先認住係邪神，跟住真係邪神。
哇，其實搭都係鳳凰，10隻鳳凰，睇下咩嚟先？又多隻星球大戰，又打咗隻鳳凰 ，CX 鳳凰自由，又多隻鳳凰啊！因為係咁喺度抽到啲，左膠龍第4隻英仙，我覺得係 OK 嘅。同埋如果你抽到好運嘅話，你抽到左膠龍啊，冇晒啦！你抽到左膠龍嗰啲咧，就即刻回咗本噶啦。我哋仲有300幾蚊可以抽，抽埋佢先。同埋我唔要呢個杯。係啦，除咗卡之外咧，你唔想要嗰樣嘢咧，都絕對可以回收嘅。我又回翻血啦。不如我哋今次唔抽陀螺，我哋抽一番賞。如果大家見到啱抽嘅，就絕對可以過嚟抽下。我覺得版本日常，哇有大佛啊，好靚。其實佢機率都係唔差嘅，所以我覺得要唔要試下咧？我仲有幾多抽啊？夠唔夠錢咧？係夠嘅。我哋叉抽，我哋抽5抽睇下有冇有咩料。A 賞，呢個係信啊。Let's go， 中咗大佛，我最中意大佛。哇 ，OK 喎，仲有個 A 賞，而家 D 賞都有，仲有其他雜品，所以 OK， 耶，中了。哇，好彩喎，真係，因為我想要大佛，跟住真係中咗大佛，仲要搭到個 A 賞，所以哇5抽啫喎，大家可以見到，耶。係啦，而且咧，我呢度啲陀螺咧，我哋會揀一啲抽俾大家嘅。假設咧，即係黑左龍啊、左膠啊、Hello Kitty 嗰啲咧，我都會抽俾大家嘅。而嗰啲騎士長槍啊、鳳凰嗰啲就可能我會 keep 低，因為鳳凰嘅話我自己都會用。至於點樣抽呢個獎咧，非常之簡單。首先咧，你要訂閱同 like 咗呢條片，就要訂閱我嘅頻道啦。跟住咧，你要 download 咗呢個銀河潮上呢個 app， 註冊咗，用我呢條 link 註冊咗。係啦，我就會擺條 link 同埋 QR code 喺度嘅，用我嘅 QR code 或者 link 去註冊，跟住咧就會可以進入我嘅福利屋。到時我哋會揀一啲，我會同贊助嗰邊講翻。佢哋會揀一啲陀螺擺出嚟俾大家抽嘅，睇下大家好唔好彩啦。而我哋有2個抽獎嘅，第2個抽獎咧就係留言區抽獎啊！我會揀1至2位幸運兒啦，你喺留言區留言咧就有機會可以抽獎噶啦。係啦，同樣嘅步驟都係要先 like 咗我條片啦，訂閱我嘅頻道啦，跟住再 download 埋啦。咁嘅話，我哋就可以做一個抽獎俾你噶啦。係啦。同大家講翻啦，抽獎咧始終涉及風險嘅，大家理智地抽啊。雖然佢係可以回收翻嘅啫，係啦，大家都係理智地抽啦。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我哋今日呢個拍檔先啊，記得俾個 like， 有問題啊，問留言啊，記得訂閱同埋都睇下次出片嘅時候再share 俾我哋，下次再見，拜。